救命啊！你又唔好過嚟啊！有怪物出現啦！有怪物啦！傳聞喺東京市嘅深夜，會有一個古怪嘅神秘人出現。見過佢嘅人話，嗰個神秘人全身都着住一套盔甲，而呢個傳聞亦越嚟越多人知。收到麗奈傳送翻嚟嘅通訊啊！麗奈，你嘅情形點啊？隊長，我而家喺太空開始緊測試穿梭機嘅性能。自動變速裝置開動。發生震動啊！麗奈，速度太快，好難控制啊！快啲停止！麗奈，即刻停止進行測試。點可以隨便就停止試驗㗎？就請司令，呢個裝置嘅推進器發明咗冇幾耐，根本就唔應該用人嚟做飛行試驗嘅。你咁講係咩意思啊？你係咪想話我呢樣發明根本就唔夠安全啊 TPC 地球聯合組織亦曾經質疑過呢個計劃嘅。不過而家最大嘅問題唔係呢度，而家最緊要嘅就係得到 Gus 同我哋充分咁合作。合作？麗奈，你點啊？我熄咗自動變速裝置，穿梭機亦都冇唔妥。我已經收集晒啲資料，隨時可以翻嚟噶啦。總部，我喺度發現咗啲嘢。發現乜嘢？係一個島，我見到出面有個島啊！你話有個島，但係雷達探測唔到喎。冇理由噶。你都好攰噶啦，翻嚟基地先講。係。呢個係個新嘅計劃，仲未知對人類身體有冇影響嘅。呢個計劃暫時都仲係喺初步階段，不過點都好啦，今次起碼知道個推進器力量係有幾大。你喺度講乜嘢啊？你啲咁嘅人根本就冇資格做一個科學家。你點講都好啦，總之而家我已經得到所需要嘅資料。真係估唔到吉士咁保守。淺美博士啊，聽講地下工場最近好忙係嘛？知道有自動變速裝置推進器嘅人，只有我同吉士。人類嘅科技不斷進步，今次自動變速裝置研究成功，證明動力嘅發展又跨進一步啦。唔係動力方面，係光型。講得咁深都唔明嘅。唉，佢行得咁快嘅？呢個真係好大啊！嗰個係咪自動變速裝置嚟嘅？係啦，新城啊！嚇咩事啊？都係冇嘢啦。喂！企喺度！再喐我就開槍㗎啦！冇生命反應，係機械人嚟嘅。機械人？中我一槍，呢個機械人瞓得真係冇鬼用啊！不過我槍法真係幾厲害嘅，真係奇啊！咩奇啊？
新城，你睇下頭盔裏邊，咩都冇嘅。咁點解佢頭可以喐嘅咧？不如帶佢翻先。好啊！短短幾日之內，已經有好多人見過有呢種機械人喺東京市出現，但係每次 Gus 帶翻去嘅都係空殼。前啲，前啲，前啲，好！請各位注意，由於而家要進行動力測試，喺基地範圍裏邊可能會發生震盪。你哋帶咗咁多機械人翻嚟，所以最近我哋晚晚都要加班嘅，真係辛苦晒啦！喂，麗來，係大五啊！冇咩啊嘛，小心啊，唔好撞埋你啊！啊，係啦，麗來，自動變速裝置究竟係咩嚟㗎？你好想知咩？係啊，我好想知啊！唔該，你話俾我知啊，好嗎？等我考下你先，你可唔可以話俾我知喺空氣中有邊樣嘢嘅速度係最快嘅？邊樣嘢嘅速度最快？啊，係啦，係啦，係乜嘢？係光速。答中，此美博士係一個天才嘅科學家，佢哋用科學原理創造咗一個同光速一樣咁快嘅推進器。喂，明唔明啊？雖然我咧仲唔係好明啊，總之速度好快咧。我諗你讀書嗰陣物理科梗係唔合格噶啦。你點知㗎？注意！緊急召集！緊急召集！吉斯國隊員請立即到司令室。發生咩事啊？原來麗來嗰日真係見到有個島㗎，就係呢個啦。有幾大？直徑大約3000米左右啦。哇，面積都好大喎！睇嚟唔似係普通嘅島啊，似基地多啲啊！呢個島好人工化咁。嚇！好啦，居然攻擊我哋係嘛？我回敬翻你哋。咪住啊，新城，一號機嘅裝置唔夠㗎，唔通就咁由得佢啊？嗰度不斷發動攻擊，引致好多地方發生火警啊！新城，翻嚟先啦！激氣啊！冇理由俾我撳住嚟打㗎。咩嚟㗎？新城！快啲離開部機先啦！上頭已經批准咗，你哋用阿特斯號出擊啦。阿特斯號係乜嘢嚟㗎？係我哋秘密製造嘅巨型太空母艦。不過呢艘太空母艦仲未完成㗎喎。仲爭個主引擎，即係自動變速裝置嘅推進器。但係個太空島不斷咁攻擊我哋喎，而家都仲唔反抗，要等到幾時啊？唔通就咁由得佢哋啊？製造阿特斯號嘅目的唔係用嚟作戰㗎。請批准我哋去啦，隊長。紫美博士，聽講自動變速裝置嘅推進器研究咗差唔多成20年，點解仲未完成嘅？咁咪因為保護仲未人需要用到佢啊嘛。即係而家又有需要咯喎。其實係咁嘅，我自細就夢想能夠製造一艘巨型嘅太空母艦，我不斷研究緊。咁我明白啦，好多謝你俾我知道世界上原來有一種咁強大嘅動力。唔使客氣。
咁多位，我翻嚟啦。我哋而家又要出動咯早知人翻唔切啦。次者聯絡 F4 區，阿特斯號就要出動，通知佢哋做好一切嘅準備啦。啊，知道。用自動變速裝置啦。拜託晒。係。放心啦，澤井司令，我哋會駕駛阿特斯號阻止太空島嘅攻擊嘅。各位工作人員請注意，由於阿特斯號要緊急出發，請各位立即去準備。由於阿特斯號需要緊急出發，請各單位嘅工作人員盡快返回崗位準備。副隊長，新嘅裝置仲未完成㗎，不如用翻平時啲武器先啦。唔係啊嘛，用翻平時武器，點解唔試下新嘢喎？啲傻嘅。而家唔係我哋做實驗嘅時候啊！其實我都唔係好明呢個新系統有咩用㗎。緊急報告，基地發現有侵略者，數目好多，各單位立即進入緊急戒備狀態。基地發現侵略者，數目仲好多。聽住，我哋要駕駛阿特斯號出動嘅。係。喂，兩位，有事你死咗嘅人會翻生嘅。立即出發啦！太空島嘅攻擊越嚟越猛烈啦！呢個等我應付得㗎啦，你哋坐阿特斯號出發啦！等，小心啲啊！快啲！如果要令阿特斯號起飛，引擎馬力細啲都唔掂啊！起飛嗰陣，因為自動變速裝置馬力太大，會引致機艙產生震盪。一陣大家要坐穩啲啊！得啦，我哋仲有幾耐至出發啊？有滿油就得㗎啦，仲有3分鐘。第5，我哋出發啦！快啲離開呢度先啦！ F4 區嘅閘門開始打開。F4 區嘅閘門開始打開。F4 區嘅閘門開始打開。俾心機。阿特斯號已經逐漸接近閘門。而家阿特斯號所經過嘅閘門已經逐一打開，閘門已經打開。阿特斯號隨時可以出發。阿特斯號已經準備好啦。阿特斯號準備出發。阿特斯號可以出發。阿特斯號出發。阿特斯號出發。自動變速裝置推進器增強馬力。
係咁啦，做得好。阿特斯號而家向住太空島進發。啊！今次弊啦，嗰啲機械人發生咩事啊？嗰啲機械人合體之後，向住我哋嚟緊啊！迪迦，基地有危險啊！有超人迪迦保護基地，我哋要專心執行任務，總要定。啊！見到太空島啦！對準太空島，集中火力攻擊。知道，知道。已經集中火力對準太空島，激光大炮 ，OK 啦。開始攻擊。弊啊！切仔，發生咩事啊？嗰個機械人佢開咗自動引爆裝置啊！佢而家係想同超人迪迦同歸於盡。得咗啦！睇下，你個武器起唔到作用。超人迪迦，快啲避開啊！呢班機械人想侵略地球，究竟佢哋會唔會成功呢？
超人嘅家又會唔會有事呢？SOS 受けて